这个车祸的这个影片被公开了，发现讲，这个发生车祸路段根本就无设这个青红灯的恐怖路口，地点伫这个河东路国民街口，河东路顶前后3条斑马线拢无设这个号志灯，这个行人要通过这个车路。 只能趁无车时赶紧通过，所以讲这一家伙啊，捌伫个路中央等车过了后，才要通过。除了无这个号志灯以外，啉酒赛车这查甫人嘛无让行人先过，才会去弄到人。啊，是安怎遮无号志灯？交通局今仔日嘛有出面解说。 高雄一个啉酒赛车姓的查甫人，弄到一家伙仔死的人，妈妈当场死去，爸爸和姊妹2个人轻重伤，搁伫咧病院治疗。影片公开了后，事故地点根本无设青红灯，啊，咱定倒来现场看。 高雄前金区河东路和国民路口，就是当时因这口罩互弄到的所在。不过，真要看，那这个路口前后2条大路线，同款嘛无青红灯。以空翕的角度来看，河东路有3条大路线，民众是要过大路，同款无青红灯会当看。而且它没有小绿人呢。 哦，对啊，我们行人比较不方便。路口大，然后马路宽，车子就会速度就会比较快嘛。对，还是要很小心。要过马路也是不好过，提心吊胆。对啊，对。明明是一个路口，煞无青红灯，互民众感觉真无安全感。啊，这敢是设计疏忽？河东国民路口，它的顺序是它距离前后的大同路跟民生路口只有80公尺。那国民路口的一个方向的行车的车流量很低，所以说当初是考量这样子，把设置号志的一个顺序放在比较后面交通局解说，因为设青红灯会以道路使用特性来评估，未来嘛加规划，看有需要来倒青红灯无。不管安怎，民众行伫咧大路线，车辆就应该爱先让人行。